队，我们回来了。我说李队，什么好事这么急着找我们？连家都不让我们俩回一趟，想请我们吃饭？美的你！怎么了，李队？出事了？把你们的警官证、警徽、手机，能证明是警察身份的东西，都交出来。把你们的身份证也交出来。这是你们俩新的身份。2部外地手机，从现在开始归你们使用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又要去外地？我们可是刚从外地回来啊！这次不用你们去外地。3天前，本市发生了一起毒贩火拼事件。在火拼事件中，我们原来掌握的一些毒贩，基本上全给消灭了。新起的毒贩是个危险的人物。在这次火拼事件中，唯一的幸存者叫毕永胜，也是我们原来通缉的一个毒贩。现在被重度烧伤，神志不清。他迷迷糊糊只说2个字：小孩儿。所以，我们怀疑杀他的那个危险人物，外号就叫小孩儿。很有可能，这个小孩儿就是贩毒团伙的老大，是个特别危险的人物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的毒品网络已经被他垄断了。不光是垄断的，他还要发扬光大呢。新的贩毒团伙被他重组之后，行动更秘密了，规模也更大了。据说他们还有自己的5年计划，扬言要在2年之内，要让本市10%的中学生都吃上摇头丸。真够狠啊！朝孩子下手。小孩非常狡猾，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长得什么模样，叫什么名字。你们的任务，打入贩毒团伙内部，为我方提供情报，一举端掉这个团伙，抓住小孩。从现在开始，刑警队不会有人认识你们，除了我和肖云和你们取得联系之外，你们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。在什么地方碰见任何熟人，都要装作不认识。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因为小孩非常危险。我们现在就摸不清他的底，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有眼线。够悬的啊！必须这样，因为你们这次工作非常危险。我想听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。好。50万，请来这里签个字。谢谢。今天下午，你们俩去城东九头鸟网吧。天明的身份是老板，你身份证的名字叫杨天硕，外号叫鸡蛋。这个外号叫鸡蛋的毒贩刚一进本市就被抓获了，所以本市没有人认识他。
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以他的身份去接头。马辉，你的身份证的名字叫马强，身份是鸡蛋的保镖。这是鸡蛋交代的材料，这上的情况要熟记下来，以防不测。今天下午，你们要和小孩手下的一个叫胡鹏的人取得联系，买毒品，地点就在九头鸟网吧。你们的工作就从这儿开始，千万记住你们现在的身份。你们俩是从秦皇岛市来的毒贩，以前只卖过摇头丸，这次想干一票大的，所以想通过胡鹏和他们的老板接上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请进。刘局长刚申请下来的，50万。来，你们过来看一下。来，查收一下。一辈子就挣这么多了吧？可不是吗？钱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啊，知道不知道？人在钱在，放心吧。你们3个人现在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。肖云的联系号码已经存在你们手机里了，记住啊，只要连续摁2次令键，就可以跟肖云取得联系。肖云，你现在是以天明的会计或者秘书的身份跟随其附近。你们要特别注意，只有提款去交易或者发生突发的情况，才能跟肖云取得联系。明白了。说了吗？说什么呀？刘哥，你别睡了好不好？你一打呼我也想睡了。昨儿一宿把我折腾够呛了，让我睡会儿吧，要到晚上就瞎了。我昨天晚上也没睡，我也熬一夜呢。哎呀，何月，你是在办公室啊？我是在现场，有情况再叫我好吧？哎，护士，情况怎么样？他的情况很不好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那能说话吗？说话是能说，不过很难判断他是否神志清醒。我估计他很难回答你们的问题，最多也就是状态好一点的时候能自言自语2句。你进去看看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，你们不能抽烟，而且必须穿上防菌服。知道。